继续要来讲这个快台汽车，即摆拢买无咯。讲今仔日有一间这个连锁的药妆店，伫咧全台湾的门市，就价大约5万份家用的快台的汽车，结果民众一透早就赶到门市来抢买。 药妆店业者紧甲教会快台汽车放伫咧架内底，有民众会知影特别走来买。我们家大人有好几位啊，有2位小朋友说以防啦。昨天有看到新闻说屈臣氏今天会进来，对，有说之前已经跑了几家药局还是几家店都买不到。对，药局都买不到。不过动作第一较紧的，因为过无偌久就无货。2楼没有了。 上头被拿完了，没了。还是觉得自己家里要备着，就想说现在比较便宜，因为政府进的比较大量，一支100多块，快200还可以接受，一支360我真的不能接受。刚刚看预计会那个福尔会再来54个，后天之后才会进来。包括屈臣氏卖福尔威创1份200块，福尔威创5份975，雅培1份200块，全台湾门市超过5万份。啊，若专店卖福尔威创5份含素可胺2份，伫咧800几套391间有药商这家门市，另外阁卖雅培1份218块，限量2万组。 本土疫情延烧，导致国内快筛试剂供不应求。现在有2大超商 APP 推出防疫物资地图，民众不用出门就可以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快筛试剂。7-11 App 点防疫补给站，阁有专家 App 选地图处，再阁点防疫新生活，地当看到快筛、喙暗的防疫物资含工会资讯。啊，伫咧 Line 有一个 Line 地点，伫咧内底拍关键字，咪当看到防疫物资相关资讯。民众若是还阁买无，买着急，未来。 快台行苗剂已经有初步的规划啊。我们会跟口罩实名制一样，使用健保卡去刷卡做购买的动作。那购买的规则呢，跟分流的机制，还有年龄的限制这些细节，其实我们还没有非常的确认，要等指挥中心确认，指挥中心指示了之后，我们才会去做后续的。 处理。健保署讲，快台疫苗剂预计伫咧5月初杀出来，除了比对喙暗疫苗剂检测系统，第一阶段有机会先伫咧药局买，民众以身份证的卡号箱号来买，啊，每一届买的时间还阁让偌久，大家等指挥中心说明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